在韩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协会，加油！舞动来自哪里？让我们伴随着欢快的新疆歌舞，把祝福送给现场的每一位朋友，也把共同的心愿送向更远的地方。现在欢迎在韩中国新疆文化交流协会为我们带来精心准备的节目，请欣赏新疆歌舞，愿世界充满爱。